来嘛是因为风台的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产生的强盘效应，南投的山区是变大雨，溪水涨大水，有5个登山客到澳万大的野溪去浸温泉，掉伫山坡进退无路，赶紧卡119来化救人，消防局马上来出动，也毋过这个溪水真错流。队员判定无适合游所啊，就改用大家手牵手牵成一条龙，安尼来撩过溪。也毋过撩溪过程原来是惊险万分，就救援队员互溪水冲一个蛤蟆拍落。山区的溪水涨大水，这个溪水是有够错流，像若是外头，这是救援队员，因派沉重的装备徛伫真错流的溪水中。顺手一个接过一个，将这登山客牵条咧，帮助因撩过溪。向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向。错流溪水后，救援队员甲登山客是有够危险，迄若无细致，有可能互这溪水冲走去。连救援队员手牵手互相出力，要行出的时，其中有一个队员就叫要徛袂在乎溪水冲到近要跋倒去，加在赶紧徛在继续行。条伫山顶的登山客总共有5个人，3男2女，因是10月30到澳万大北溪野溪浸温泉。过年讲10月31落山的时，拄到大雨，涨大水，无多过溪。因为最后可能加上装备比较沉重，然后因为还有女性的成员，当然他们可能对这个溯溪不是那么在行，有蛮多东西，像一些登山杖都有被冲走。这组救援队其中有队员进前一天就已经到澳门大山区，要救一个爬山心脏缩海民众，因为天气无好，先特地落山，请互伊连续行20点钟，行到骹肚拢总流皮，伤到还袂好咧，又搁接到任务，搁上山救浸温泉掉伫山顶的登山客，过程中溪水是有够错流，这队员用点外钟，前后500撩过真错流的溪水，才将5个登山客平安带落山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